到基督教宣道會眾安幼稚園，我哋一齊入去睇下先。We have English lesson. The English teacher made m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aily vocabulary games.我哋每星期都好鍾意上熊貓哥哥堂㗎。我哋唔單止喺學校上體能堂，仲會跳出校園，利用屋苑嘅戶外場地，可以喺大自然環境中鍛鍊體能。一起運動踢踢波，一起轉轉呼啦圈，跑跑跳跳運動多，健康的小朋友啊！我最鍾意上音樂堂，除咗唱歌之外，仲可以學到唔同嘅音樂元素，好似玩樂器、學習音階手號等。最重要係可以建立我嘅自信心。Go, there you go. 我係關愛大使，我哋會輪流做關愛大使。每朝早返學嘅時候，會照顧幼兒班嘅弟弟妹妹，帶佢哋入課室。其實我都好鍾意做呢個崗位㗎。大家好，我係基督教宣道會眾安幼稚園巡校長。眾安幼稚園係一所以基督嘅愛培育幼兒全人發展嘅基督教學校。學校以恆常嘅遊戲加入自主活動時間、兩文三語學習語境以及提供建構性活動模式，培育幼兒自主探索、持續學習嘅精神。學校校徽以 Christ 6個英文字母所組成，分別代表創意、快樂、關係、正直、自信同信任6大元素。同時，我哋希望透過3年幼稚園生活，逐步建立幼兒嘅正向價值觀同品德教育，日後將6大元素融入生活，並持續建立喺生命當中。希望幼兒將來做一個懂得愛社會、愛家人、快樂而且有自信嘅人。如果你哋想了解更多，歡迎你透過學校網頁或者致電基督教宣道會眾安幼稚園查詢。願耶穌基督嘅愛同埋平安與你哋同在。